今天係我同阿傑拍拖1周年，我今次嘅驚喜要勁到佢喊住同我求婚。喂，我記得阿傑有同我呻過，你上次咧佢生日快樂咧個蛋糕咧寫咗生快日落喎。喂，今次有搞掂嘅，你問定我先，你同我講定先不如。今次準備咗好多嘢㗎，我訂咗佢最中意嘅靚景牛扒屋，同埋最新嘅遊戲機。靚景牛扒屋好似就執笠咯喎。係咩？係啊。最緊要嘅係心意啦，我仲準備咗一個佢最中意嘅情書。情書，佢最憎人就係寫情書俾佢，因為啲紙等於殺咗唔同嘅樹木啊，佢環保啊。我準備咗星空投影機。咪就係阿珍嗰部投影機咯，你一讀完黃包真係着咗啊！有啊，係，我仲買咗阿傑最中意嘅魚蛋醬。都話佢唔中意食魚蛋，佢篤魚蛋點食魚蛋啊？我中意就得啦。好自私㗎，唉，先，唉，好眼睇嘅真係。Go Export 體育品牌產品包括運動服裝、背包、運動鞋、運動帽，除咗固定款式之外，都有定製款式。挑戰未知，成就無限。請到 www.goexport.com 查詢。邀請大家訂閱 D4 Culture 頻道。我哋除咗 AI 動畫笑話，仲有綜藝、短劇。另外多謝以下贊助商，下次再見。